大家好，我是李宗霖。我是尤欣怡。大家好，我是丢玲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米生，我是等待这部影片的导演。那等待是一部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部片看到自己为什么等待。我跟你讲，这所有的代志拢是当处理。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，都和木村，1947年的时候，他大概19岁。在1947、1967、1987，伊拢拄着一个查某囡仔。咱较早敢有熟识？你要相信我无？我相信你啊。咱是伫你的未来熟识的。好像是同一个人，可是又不同一个人。他像是一个从未来来的人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穿越剧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历史剧。这个故事，它从这个角色的20岁到40岁到60岁，它是经过一定的生命的那种品质去酝酿出来的一个作品。